大家好，我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胡健民。我哋局嘅工作包括推廣大灣區機遇、香港同內地嘅關係，希望參加計劃嘅同學一定要善用一國兩制嘅制度優勢，好好咁充實自己。數字化嘅一個技術同埋一啲嘅工具咧，係我覺得年青人咧響你發展你自己嘅無論係學業又好，專業又好咧，都必須係要具備嘅一個技能嚟嘅。说到本身的问题，就是本身人的表述就是人的记忆，记忆是一种磨损或耗损或扩大或缩小。我可以拋磚引玉俾一個呢兩個視覺啊，尤其是我哋 AI 好中意講視覺嘅，向前睇10年或者向後睇10年，到底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同埋應該去做啲咩咧？喺整個政府施政嘅過程入邊咧，智庫作為一個獨立第三方就非常之緊要。我哋去剖析社會上邊，即係到底有啲咩唔同嘅議題啦，有啲咩我哋想解決啲疑難啦。然之後最緊要就係透過同社會各個持份者嘅一啲商討同埋接觸啦，最終凝聚社會嘅共識啦。然之後去將一個更加好嘅一啲建議去帶俾政府。青年啦，能夠參加到喺特區政府上面嘅唔同嘅平台啦，其實都係作為一個鍛鍊，特別係喺一啲唔同嘅社區組織上邊啦，佢哋亦都有唔同嘅交流團啦，同埋一啲義工嘅服務，亦都協助到佢哋能夠認識到啦，究竟咩叫公共行政，而參加一啲培訓營啦，亦都會協助到佢哋理解到咩叫地區治理，希望越嚟越多嘅青年能夠融入到同埋加入到呢啲地區嘅治理委員會啊。啟發青年，燃亮未來。扶持青年，貢獻香港。發揮所長，擁抱未來。